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咧，都仲係呢隻進城區嘅。跟住第2位係整蠱專家，位置變動上面喐動都唔大嘅。內欄第3嘅青春力量，第4位客家之光，第5位嘅馬有專登啊，平海之星攞出去外邊啊，咁啊再揈到出去外邊噶嘛，仲係耀昌盛世啦，捷足奔馳同埋幸運同行啊，馬林中間穩位有雙贏啊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噶嘛，仲係進城區嘅。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青春力量追緊啦，咁啊埋邊位置有專登啦，中間客家之光出邊追上嚟噶嘛，仲係耀昌盛世同埋密密送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進城區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見到第2位噶嘛，有青春力量啊，外邊耀昌盛世最出係密密送，接近終點進城區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青春力量響中間。前面放嘅馬咧，君志成係湧咗上嚟喎。內欄第2位咧，仲有龍船快啊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凡凡有餘第3啊，共同輝煌第4。第5位嘅馬啦，外邊呢，咁啊有旋風傳奇啦，內欄嗰邊呢，就榮耀盛甲，中間青春力量啊，頂大外檔啦。咁啊見到有呢隻就仗義啊，最出仲有隻係卓越旋風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龍船快鬥緊君志成嘅時候啊，凡凡有餘率先上嚟啊，再見到埋邊長勝將軍追緊啦，出邊追緊上嚟嘅馬呢，仲有隻勁進勇士。青春力量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凡凡有餘啊！咁啊埋邊追上嚟，長勝將軍跑第2啊，榮耀盛甲第3。美麗在線啦，涉內欄追光明傳承啊！咁啊見到中檔上有開心宇宙啊，大外檔火焰閃爍啊，埋邊爭緊位旋風傳奇同埋風神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英俊飛區拋嚟1個身位啊，光明傳承呢，3個節目拍咗上嚟啦，再見到中間位置有開心宇宙，中間有雙贏，出邊啊準輝煌，接近終點啦，光明傳承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呢，係開心宇宙啊！中間撳住未望空喎，喜連勇略同埋嗰隻光明傳承㗎。直路嘅中段大力推騎之下上嚟呢，有神燦金剛，埋邊就勝在當下，同埋武林至尊3隻馬都好近啊。第4位就保羅輝煌啦，埋邊傳承呢都係跟下嘅就係光明傳承啊。出邊就鼓浪高升，隨緣得勝，中檔呢就係喜連勇略，褪咗落包尾呢就滿樂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環球英雄撒開大步啦，接嚟咗個幾馬位啦，中間有笑喜氣追啦，唐不甩亦都上啦，埋邊啊林寶精神啦，出邊啊考眼光啊，後多層嘅馬仲有前衛火影啊，最後100零米環球英雄走甩咗個幾馬位啦，唐不甩向中檔嘅第2位，埋邊啊林寶精神啦，出邊仲有隻考眼光，接近終點環球英雄擺咗喺前面走一放到底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就唐不甩，第3名呢，就比較近啦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埋邊開心樂園鬥緊紅桃新星啊，外邊東來欣賞呢個時候就上啦，出邊位置星之源亦都追緊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仲輕功猛男啊，最後100零米東來欣賞就拋離咗大約1個身位啊，外邊追上嚟有星之源啊，東來欣賞贏啊，星之源第2。環球英雄24秒2出翻嚟，今日就係3個大圈單挑，啲步頭咧都幾開揚幾好力，馬身好紮實，最緊要冇轉手，咁神態都 OK。後啲先有金鑽精靈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順線寶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咁啊外邊好飛一鼓作喺中檔冚上嚟㗎啦，中間位置仲有超越夢想啊！埋邊開心5月揾到位，中間有超旺財，出邊仲有㗎考眼光，外邊位置仲有隻深紅紅啊！最出金鑽精靈，最後100零米埋邊開心5月，中間超旺財，出邊深紅紅相當接近，入邊仲有創科群英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呢，仲係合夥奔馳㗎，埋邊係和平波，中間包裝天將上緊，外邊越進歡欣追緊啊，再攝入邊追仲有竹園啊，內欄光年魅力冇位啊，中間仲係智取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埋邊竹園喘咗上嚟，贏出呢場慶典杯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合夥奔馳埋邊。